新竹古港伫清朝时代是真重要的贸易港口，着这母鸡团体呢特别带囡仔来到这，透过着台语导览的方式，互更较侪人认捌着过去的历史故事，也佫有在地真丰富的生态。我有一个岛，伊叫古港岛，西边种番麦，东边种海椒。在地社区团队特别为活动所创作的台语歌，宣传大家认捌古港。新竹头前溪出海口有一个古港岛，在清朝时代是当地真重要的港口。为着让囡仔更加了解当地历史，母鸡团体特别参社区工作者，透过全台语的方式来了解古港。到着新竹的人，其实足侪人唔知影咱才有一个古港岛。咱这个港岛佫是伫拄好是一个足侪所在中，所以有一种甲大家连起来迄种感觉，我感觉是一个足难得的一个所在。足好耍的，因为平常时咱伫咧市区，可能较罕咧拄着遐侪人甲咱共款，平常时拢甲囡仔讲台湾话，要毋过今日来就较亲切的感觉。除了用全台语导览，团队佫利用水景方式来让大家知影头前溪的水是安怎流对出海口的过程。佮带囡仔来到红树林进行生态导览，了解遮无共款的生态环境，啊，甲囡仔做伙买菜吼饲鸡。阮希望讲，会当互台语真正融入咱的生活内面，啊，其实对台语段的遮个家长来讲，伊嘛是互阮一个机会，会当去学习，会当服务，更较侪无共款的族群。最后，团队佫利用亲手办的恰查某，互囡仔体验饲鸡、体验岛面的一天。大家拢讲透过趣味活泼的方式，唔但会当自然学台语，嘛对家己住的所在加一份认同。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